非常的有活力哦。好，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经文是提摩太后书第1章1到14节。好，我想问大家一下，在这个世界上，基本上有哪一种的宗教？哪几种的宗教？啊？有什么教？回教，还有呢？佛教，还有道教，还有摩门教。伊斯兰教跟回教一样，对。对。西丹教。OK， 好像有听过。真道教。OK， 天主教 ，OK。一贯道 ，OK。是，大家都真教 ，OK， 好，你们大家基本上听过这样，请问一下，这世界上最大的3大宗教是哪3个？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好。那么请问一下，天主教是什么？不算吗？基督教出来的。OK， 非常好，是好，我们看一下好吗 ？OK， 非常有趣，等一下我们再讨论哦。OK， 世界有3大宗教，刚才所讲的哦，就是有基督教、伊斯兰教，还有佛教。好，刚才基本上我们在统计上哦，就是基督教，我们是将它归入三个宗教，就是我们叫基督新教。基督新教就指我们这些从改革中出来的比如说我们长老会啦、运动会啦、圣公会啦，基督新教然后另外就是你们刚才所讲到，就是他将天主教放进去里面，OK， 然后还有一位是东正教，东正教比较少人会有接触到，OK， 但是都属于在这个基督教的里面，所以你看到就是基督教是哪个颜色？这个颜色，好 ，OK， 这个颜色，所以看到它分布在哪一生的地方。好，他们教徒多少个人呢？教徒大概有20多亿，它占了全世界的人口的总人数33%，大概有这么多它分布在242个国家里面。当然，这个还会有增加的那个趋势如果你看的话，这是基督教。是20多亿。第二个呢是什么呢？是那个伊斯兰教。伊斯兰教就是我们讲回教他们的信徒也称为穆斯林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很多穆斯林。然后教徒有13亿，大概占世界人口总数有20%。它分布在204个国家。然后另外一个是他所提到的佛教，教徒大概有3.6亿，它占了世界人口有6%，然后它分布主要是在123个国家，它的信徒几乎95%是在亚洲区，在这一带，亚洲区这一带。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从整个那个世界的那个分布，这个信仰的人数的分布的图，你们看见。就是不同的宗教，他们其实也一直在怎么样做他们这个信仰的教义的传承，这不是只有基督教、佛教啦，或者是那个其他的宗教都是一样。而今天我们看到在圣经当中，我们用这个提摩太后书，我们看到保罗跟提摩太的教导里面，也是有一种的那个保罗想要将这个当提摩太他在传承或者在传递我们这个基督教信仰的时候，他遇到一些困难，然后保罗怎么样的去来帮助他，在面对这个所谓将基督教信仰要去做教导传承的时候，他要有怎么样的心态去面对。好，这个时候我们先来回到看这个我们的圣经，在提摩太前后书，大家有稍微看过的话，我们都知道。提摩太保罗对疼爱他的这个提摩太，他将他看成是属灵的一个儿子。然后呢，
他知道提摩太本身他的这个性格较为什么内向，也缺乏了信心，面对困难的时候容易退缩，他的健康也有欠佳。我们看一下经文里面所告诉我们的，在这经文当中，我们都知道提摩太他面对到有这样的一些的处境。好，我们一起来念。第一个，若是提摩太来到，你要有心，叫他在你那里无所惧怕，因为他劳力做主的工，像我一样。好，保罗说，当提摩太到你们那边时候，在服侍的时候，在工作的时候，你们要让他不要感到有惧怕、害怕，让他能够安心的能够在那里工作，那里服侍。第二，来，我提摩太，我照从前指着你的预言，将这命令交托你，常存信心，看无亏的良心。好，这边告诉我们什么？提摩太本身可能会比较缺乏什么？信心。所以保罗说，提摩太，你不用太过的担心，只要你按着存着信心和无愧的良心去做就可以了。然后第三呢？我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这表示什么？提摩太会面对怎么样？面对一个什么处境？在服事上的时候，可能有些软弱，对软弱的地方。所以保罗劝勉他说：“你要刚强起来，不要怕，要刚强起来。”然后第四是什么？我们看到提摩太有什么面对什么困难？因你胃口不清，屡次患病，再不要照常喝美水，可以稍微用点酒。好，这时候我们再谈过一下当我是基督徒能够很久的时候，我们一直这个很熟，大家经文是。所以我看到提摩太本身他有面对什么困难？他可能身体上的健康几乎不是那么的好，甚至可能会生病。所以他在服事上的时候，他在传承这个信仰的时候，他其实提摩太他是看得到，他并非说非常那种很勇猛的那个人一样，然后说好像你们刚才那么有活力，可能他的身体可能也比较欠佳，然后是有生病，然后他在服事上的时候，他就很多的困难，然后是不是这样的困难，所以就不用服侍神了？你常生病了，不用服侍神了，你休息就好了，是不是这样？不一定哦。我们看到，其实在这个整个的这个提摩太前后书里面，保罗却有另外一种的想法，要对提摩太提出一个教导跟这个鼓励我们看，在当时候的提摩太，他服侍的教会，他不是那么的单纯，他在服侍的那个教会，他有出现什么假教师，就是教假的这个教导。还有什么？还有异教的思想泛滥，因为他们教会来的不同人嘛，对吗？你不是说你全部来的都是基督徒，然后可能基督徒里面还有一些外邦的人，还有一些不同一些宗教思想的人来到教会当中，所以他们也将他们那些异教的思想带进来教会，所以他必须要去解决问题。然后教会也有面对很多问题。如果你读哥林多前书或者读基督的提摩太前后书，你都知道说在不同的教会。当时候有不同面对的问题，然后对提摩太来讲呢，它造成了压力和这个艰难。所以当初提摩太要面对他自己的一个问题，他面对他自己的可能信心上的问题，要面对他身体上的软弱，然后也要面对他服事上教会里面的一些的问题要去处理的。所以对提摩太当时来讲，确实很不容易去做这个牧养的工作，去传福音的工作。然后去做教导的工作，所以保罗他身为了这个他的导师，他属灵的导师跟父亲，他就是要说能够传授个秘诀给他，以克服这个困难，能够将基督教信仰传承下去。所以对你的认识来说，你觉得保罗他会怎么教导？他会怎么劝勉他？如果你看到你的身边的那个你的属灵的孩子面对了困难问题的时候，你要怎么去帮助他？祷告 ，OK， 很好。还有呢，非常好。祷告还有什么？给他建议，给他一些意见。意见？什么意见？就是自己如果面对这个情况的一些解决方法，然后给他参考。是很好，很好。还有呢？还有吗？
你是一个属灵的父亲，你要怎么去帮助你的那个面对软弱的弟兄或姐妹？什么？熬鸡汤？我给他熬鸡汤给他喝，给他身体好。是啊，炖鸡汤哦，对，不错，对，炖鸡汤也是好啊，对，不要不是只有心灵上的，现在确实是啊，不要每次都心灵上的哦，那肚子很生病啊，那个鸡汤给他强壮起来嘛，也是啊，也是其中一个，对 ，OK 好，然后在那边保罗怎么说呢？好，看一下，保罗告诉他说，在那个圣经我们现在所读的。他说：“借助圣的能力，你要圣洁自守。”他说：“你要靠住圣的能力，你要学习怎么去在各种言语行为信心上，你要圣洁跟自守。然后另外呢，你要做什么呢？你要借助圣的灵火来焚烧，来眺望你，然后以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来去勇敢完成上帝所托付你的传承的使命。”他用这样的教导来告诉他，帮助他说：“你要记住这个圣灵的灵火来焚烧跟眺望你，然后也要刚强，要仁爱，要基础的心来去完成上帝祝福的这个传承的这个使命。”所以回到这一点，我们要想一个方法，就是说，究竟一个能够成为上帝所使用做传福音的人，或者说将信仰传承下去的人，是不是必须要很有才华、聪明？充满能力跟信心，是不是？最好要有了哦 ，OK， 最好要有 ，OK， 然后如果没有的话可以吗？可以。为什么就可以呢？上帝会帮助他。OK， 非常好，是这个是真的是有两面的思考，对。当你是最好，如果你是有每个人都有一个专业才华，你有恩赐对吗？你来服侍神，这是必须要有的。可是如果你没有的话，是不是也不能够服侍呢？其实也是可以服侍。好 ，OK， 我们看一下，其实在问一下耶稣的门徒里面，他选了10个门徒，对不对？请问他们是不是非常很有才华的人，或者是很有信心的人？几乎我看到，如果从圣经里面你去看4本福音书里面，我们看到他们的基本上都是一些的渔夫而已，或者是呢有税吏，或者是一般的平民百姓。然后甚至如果你看福音书里面，他们真的是好像几乎不知道认识耶稣是谁这样，就是说时常会被耶稣骂的嘛。如果看福音书的时候，有时候门徒问的问题好像有点奇怪，所以耶稣有时会责骂他们，搞错，你为什么这样没有信心啊，还是怎么样，一堆的这样，所以好像看到说，这些的门徒好像几乎有点不像跟随耶稣的人这样，对。可是是不是因为这样，所以他们就没有什么作为呢？然后甚至到耶稣被抓的时候，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们怎么样？他们跑掉了，逃，他去了别的地方，然后还去说躲起来这样，所以是不是说因为这样说就开始没有办法将福音传出去了，不需要再继续传了，是不是这样？没有，我们看到圣经的记载里面，就是当耶稣复活了之后，或者说耶稣去见他们，对不对？所以见了他们之后，我们看到就是说，那个门徒开始在耶稣复活升天之后，从害怕、恐惧，然后变为勇敢，去传扬和宣讲基督的福音跟这个教义，怎么会有那么大的转变？你觉得最大的原因在哪里呢？最大的原因在哪里？这些的门徒能够有这么从很害怕、恐惧的这处境当中，突然变成好像是我们都知道，我有跟大家分享过，就是比如说青少年的那个主日学。甚至在社区那边有分享过，说，为什么门徒最后甚至很多都是为了主耶稣缘故去殉道？殉道就是说为信仰的缘故死了。为什么从个贪生怕死、害怕、恐惧这个人，突然有这么大的转变，变成这么好像是勇敢、充满有信心，然后去能够面对很多的困难挣扎，就算连死他也不怕？究竟是什么原因？
什么原因？被圣灵充满了，是当所有的人，当耶稣来的时候，他们感受到有圣灵充满的那个灵感，特别是耶稣升天离开之后，对吗？在使徒行传里面不是要说吗？哦，所以我看到说门徒被圣灵他眺望复兴起来了，然后更重要的是他们具备信仰基本的教导跟装备。怎么说呢？就是这些人，你看到就是特别是门徒跟耶稣有多少年？3年多，对吗？3年多。而虽然说我们说他们好像基督不当认识耶稣这样但是我们看到，就从这3年多里面，其实他们都知道耶稣所说的话，然后所做的事情，然后可能当时呢不是非常明白。然而，当耶稣他升天之后，他回想去看的时候，他原来说耶稣就是所谓的上帝的儿子，也是他们所要寻找的弥赛亚。那更加上他们被圣灵去眺望的时候，他们就更加的能够充满这能力，能够去宣讲这个福音。所以你们看到吗？当这个圣灵降临的时候，彼得讲了一次道，有多少人信主？3000人信主，对吗？所以我看到，其实耶稣的门徒，他们也有被受到这个教导跟装备。然后再加上有圣灵给他们充满，调望他们起来，所以他们有这能力能够将这信仰的传递出去。你看这个关键点在哪里吗？就是还有一个程序在哪里？再加上你看到这个提摩太，我们都知道，这个所看的经文当中，他不是有吗？提摩太他有一个很好的信仰的教导，是谁给他的？对，外祖母跟他的那个妈妈，所以我看到就是一个要愿意为神继续做他的工作，去将信仰传递出去的一个人，他有得到一个很好的信仰的教导跟装备，然后再加上他也被圣灵的火来去焚烧调望，以至于让他能够有这个信心，有这个能力，能够说出去，能够靠着主耶稣，能够去传扬这个信仰。同样的，除了这个之外，他也看到就是说，在当时候那个提摩太他在服侍教的时候，他看到就是说，提摩太要去宣讲福音的时候有点困难。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时候如果以主耶稣被十字架钉十字架的人是属于什么人？是不是很荣耀的一个人？不是，是有那些所谓的犯罪的人，对不对？还是说已经犯很严重罪的人才钉十字架？然后再加上他的师父，所以他属的父亲保罗，当时面对什么处境？被抓，然后被要去坐牢。所以这样的这个处境当中，当提摩太他说要去为传扬耶稣做十字架见证的时候，然后也保罗被抓了去做监牢，要去宣扬这种基督信仰的时候，他有没有困难？有困难，对不对？什么困难？他也是他怕被抓OK， 可能那时候被抓的几率那么高OK， 好。他就是说，你这个被钉十字架主耶稣，并几乎好像说不是那么好像光彩的事情，他传讲不是那么容易。再想想，好像那些这么热心去传讲那个耶稣基督事情的人，反而会被抓，好像保罗这样。所以对这个提摩太来讲，他需要更大的勇气跟信心去传讲跟说明。所以保罗就教导那个提摩太，他说：“你不用太过的担心。”也不用太过的恐惧，你敢敢的去传扬就比较信仰。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因为具体这是什么？我们一起来念1、2、3。新教是主耶稣是上帝按照他的旨意，他肯定赐给我们的救主。借着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被钉十字架，受死、埋葬，并从死里复活，显明上帝救赎的恩典。传扬福音虽困难，但却是一件荣耀的事。提摩太要借着信心和爱心，牢牢守住这福音善
保罗告诉提摩太说：“你不用怕，这个非常确定的，因为耶稣基督是按照上帝的旨意被派遣来到世上，道成肉身，他被钉十字架，然后受死埋葬，但是他也从死里什么复活，带来了盼望。所以他就是这个很清楚的表示，就是上帝给我们的救赎恩典，所以你不用去害怕传福音。”你不用害怕去教导，你干的去做这些事情，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很困难，会很压力。可是你要明白，就是说你要记住这信心、爱心，去守这个道，然后靠圣灵给你的恩赐跟能力，然后去向人传讲跟说明这个福音。其实看回来，在我们的这个现今的社会当中，你们有跟人去分享过福音吗？有面对什么困难吗？有没有害怕在分享福音的时候？会，为什么？怕不被接受。对，怕不被接受，被拒绝，对吗？还有呢？可能你跟他传了福音的时候，可能朋友也没有得做。有没有遇过这事情？有吗？有谁当中有人向人传讲过福音的？举手都看一下。有向人传过福音的？ OK， 好，是你们这一边比较没有人举手哦，是因为没有传是没有那个机会呢，还是因为什么原因造成没有机会去传福音？其实也是有，只是会看他的排不排斥，是等等的，一步一步往前这样。如果他有排斥，就不会是在态度上。是，对，我也对，真的。 都有说了，就是朋友还是都是有讲，是朋友都知道我是基督教，他问话我也就回答他，只是说就是看他们自己吸不吸收，做不做这样子。是。那当然，大部分人可能就听听就哦，然后就这样就过去了。是，我也是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啊。对，那时候我刚读神学院之前的时候，我也是有传福音，可是我就是很不知道怎么传福音，因为有时候不知道怎么切入点啊，不知道什么时候还是真是要去跟他讲。然后第二点就是说会害怕自己会说我讲的不大清楚嘛，不了解，人家问我一些问题，我会怎么回答他？然后第三就是说，明明可能是很好的朋友，因为呢他可能不是，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些就是非基督徒可以做的事情。可是我跟他传扬福音之后，可能我跟他没有办法能够去做那个事情一样，等等的东西，所以变成说，在传福音上有很大的困难跟的压力。所以同样的，我相信在当时候，提摩太他自己本身面对的困难问题，除了自己身体的状况，跟他内心的那个所谓的挣扎，还有他也要去面对他所传扬的所谓的信仰，是不是能够让那么多人去接受他？能够那么多人去有幸福说，这个就是耶稣，耶稣就是耶稣，就是我们所讲的这个救主跟弥赛亚。所以保罗就通过今天的这一段的经文所读的《腓立比书》1章1到14节，他来教导保罗教导提摩太，不用担心，好 ，OK， 你继续靠着圣所给你的能力和力量去传扬这个福音，好，去帮助他。他给他一句话，他说：“你刚强忍耐基督的心，依靠圣的恩赐和能力，勇敢又自由的做信仰的传承。”他在整段的经文当中最重要这一点来告诉他提摩太，不用担心，要刚强，要忍耐基督的心去传递福音。我看到，其实回想看，我们是一个教会历史的发展当中，我们看到这个来到这么多的这个基督教，可以从那么多的地方。基督教先从哪里开始呢？耶路撒冷，对吗？耶路撒冷，然后呢就传到哪里去？犹大全地，然后撒玛利亚，向西呢，那传到哪里？向西边。耶路撒冷在哪里？在西边，这边走吧，对不对？一直走 ，OK。好，这样去欧洲，然后越过了这个大西洋，去到南美洲，然后去到北美洲。然后呢，向东呢，向东边这边经过哪里呢？叙利亚、阿拉伯，然后经过伊朗、印度，然后中国，来到新马，
然后再来到台湾跟日本等地。所以你觉得这个福音的传扬，这2000年里面这样传扬，它是不是说就很容易进入来到这个地方？容不容易？如果以台湾来讲，如果特别是长老会，我们长老会都知道是由谁开始，你去读它的历史，它不是那么容易就将你带进来，它经过了千辛万苦，然后来到台湾，然后向一些可能是平民百姓去传福音。他这个过程当中真是不容易，可是我去看见就是说，这个福音能够说从耶路撒冷一直向东传、向西传，去到不同的国家，然后来到现在有200个国家都有这个所谓的基督教，是经过他们很多那种的付出他们的血甚至牺牲性命来去将这个福音传开。他们也可能牺牲他们的可能家庭，或者是他们的很多的这个所看重的重要的物质享受。他们离开这个地方，来到这个我们要传的地方，来向我们传这个福音。所以这样的一个过程是不容易的。现今呢，他已经将这个棒子交给了你跟我，也就是说，这个福音已经来到了这个所谓的台湾，然后我们现在也来到了建成教会，然后我们现在当中很多信主人，意思就是说。这些的所谓的传承信仰传的棒子呢，已经落在谁的手上？我们的手上啊，这样我们也做好准备，要去如何延续和传递嘛？我们有没有准备好了没有？快好了，OK， 这个是我们讲台湾学好哦。好了，过去这么多的宣教士，那么多的基督徒，哇，从不同的国家地方来到台湾这么辛苦的传这么多年，然后传了大概有几%的人来信耶稣在台湾。所以现在这棒子说已经来到我们这一群年轻人当中。好，这样请问，面对台湾这个多元民族，然后多元文化、多元宗教以及民间信仰很浓郁的社会大环境。请问我们传承的策略是什么？是什么？刚才讲得很好啊，就是说我真的有时在传的时候是要不知道怎么去按照怎么的步骤去传，对吗？是确实。但请问我们这传福音的策略是什么？现在传承的策略有没有？有没有？举个例子来讲，台湾没有。好，没有很好。对，今天就希望通过神话的宣讲，我们来思考问题。我们既然棒子已经来到我们手上了，我们要怎么传 ？OK， 好。当然，我要在讲信仰传承的时候，我要讲的就是，它不只是说传福音而已。很多时候我们说信仰的传承，说我们将福音我们传出去。我觉得应该这个层面要更广一点。它也包括什么呢？它包括就是你有没有给信徒在信仰上的教导跟装备，你有没有去很重视跟关注，就是属灵生命的操练跟成长。然后你有没有说让所有的人具备刚强、忍耐、谨守的心，让他们可以说很勇敢的能够将基督教信仰稳健的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很多时候，为什么说我们不能够将福音传出去？是因为我们没有得到很好的信仰的教导跟装备，而我们自己本身也没有很好的可能的属灵的操练或者是成长，所以我们哪里会有说有这种刚强、忍耐、谨守的心去传福音呢？我觉得这两者是彼此的相辅相成的，就好像看到保罗给提摩太教导一样。保罗看到提摩太面对什么问题呢？他面对说他可能在他的这个个人的信心上比较软弱一点，然后他也可能说他的身体上比较欠佳，健康比较欠佳。那再加上他提摩太在教会里面，他不服侍的时候，面对很多教会的困难的问题，所以保罗就提醒他说：“哎，你不用担心啊，即使你已经受到很好的教导，跟你的信仰的栽培，是通过谁？通过他的母亲跟他的外祖母嘛，对吗？”然后第二就是说，除了这之外，你还可以说有耶稣基督的这个信仰是非常确定是值得你去传扬的。第三，你还有圣灵给你帮助，各个部分的结合，让你才能够有这个刚强忍耐、谨守的心去勇敢的去传福音。
回到我们现在我们的教会说，我们教会要在台湾这里，在这个建成这个区这边要去传福音，其实我们有没有心，有没有就具备这些的条件？有没有知道有些什么策略我们去传福音？建成教会从哪一年开始创设？1951年，正确吗？只是，我是根据你们的秩序单，我们周报里面看到的，他是这样写啦，正确吗？还是更早 ？OK， 就以1951年。好了，1951年11月11日很好记啊，4个亿嘛，1111啊，然后建成教会创设1951年5个亿，好啊，对啊，5个亿，很好记对不对？19511，好 OK 好，所以他设教几年了？算到今天大概65年吧，65年好。我问第一个问题，请问？建成教会给信徒的传承是什么？建成教会给信徒的传承是什么？从你们参加的从小长大，在建成教会里面长大，或者说你们来到建成教会里面这里65年来，这教会给你们的传承是什么？有没有？OK， 建成教会需要传承给下一代的又是什么？什么？建成教会要传承给下一代是什么？有没有？有没有？听有没有？有没有？信仰，信仰啊，对，有没有属于建成比较特色的传承？好，建成教会又如何建立传承的优势？这3个问题是连带关系。就是建成教会给信徒的传承是什么？他留给你们是什么？你们先辈们，然后来到你们手中，你觉得现在建成教会要传承给下一代的是什么？然后第3个问题是说，当你说你建成教会要去传承的时候，你要有什么建立你的优势？所谓的建立优势，就是说根据现在建成教会你所拥有的各方面的所谓的资源，包括所谓的人才、财力、物力等等的，所有的结合起来，怎么去传承？这个要思考我们先人留给我们什么东西，然后我们这一代人留给下一代什么东西，然后在留的时候，我们要有什么的建立什么优势，传承的优势。因为我希望大家就是说，既然你们所是属于建成教会的信徒，这个棒子就交给你们大家了。如果我们不小心不抓住我们现在有的这种的优势的时候，当机会一失去了，可能就没了。我们现在不能在原地踏步，我们也不能够在这边很犹豫的去观望。礼拜天我只是来到教会做礼拜，回家就好了。但是你可以这样做，但我觉得是不是还可以更进一步多一点的去做点事情为主耶稣？既然现在传承的棒子我们已经接在手上了，我们是不是要拿起来就跑了？有没有看过4×1、4×100、4×400的赛跑比赛，对不对？接力赛。当你一接到棒子的时候，你没有拿到棒子的时候，就在这边，在原地这边跑的，有没有？
啊，在原地跑，就是说不是向前跑，拿到棒子在原地跑，有没有？对，如果原地跑的时候怎么办？输了，对啊，就输了，对，所以一定要先拿到棒子之后怎么样？就向前冲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不能够再等了，不能够再等了。我们现在已经拿到棒子的时候，我们就说好，我们来到这一代了，我们要怎么去向前跑？那在跑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借助圣的能力来圣洁自守，然后借助圣的灵火来去焚烧来眺望你，然后以刚强有爱基础的心呢，来去完成上所托付传承的使命。这个教会也领受传承的使命跟责任，所以必须竭尽所能和努力去完成。这样怎么去做呢？对内，我觉得现在对内应该给予信徒们信仰上的教导的装备，更多的给信徒们教导的装备。从少年人、青年人、成年人，包括乐龄，他们都需要。那不是只有在基督教的这个所谓的信仰，除了信仰之外，还有其他的，也让他们去学习。什么叫宣教？什么叫教会？什么叫社区服务等等，要这都了解，都明白。然后呢，也要操练属灵生命的成长。我们有没有关注到每一个人？我们当中每一个人，他们的属灵生命有没有成长？然后成长，还是说停在那边？因为只有你的灵命成长，你才能够知道怎么去爱神、去服侍神、去付出、去传福音。如果你的属灵生命都没有成长的时候，你就很难能够有这个力量去做更多的事情。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在现在青少年团体跟社区一直很强调，就是说为什么要1对2的那个策略出来，就是一定要关心青少年他们有没有灵命的成长，他们有没有被关怀到。社青为什么每天会破那个 live 在那个所谓灵修的那个心得在上面？为什么呢？是因为想说透过这样的一个分享，能够帮助大家彼此能够属灵的生命的成长。那还有其他的呢？更多。接下来教会不是有开一个什么培训会吗？也是希望有这方面的一个训练跟栽培。然后另外就是说，要传递建成教会独特的意向跟使命。请问现今教会建成教会，你很独特的使命跟意向是什么？因为你要想清楚，就是每一间教会就有他们的使命跟意向，肯定不一样的。所以请问一下，建成教会你们独特的意向跟使命是什么？然后你有清楚的意向跟使命，你才能够去向前迈进嘛，对不对？你奔跑的时候，你有目标，有方向，你不会乱跑嘛。然后对内呢，对外呢，要怎么样？参与社区的关怀。很感恩，就我看到，就现在教会也在做，就是在那个社区的老人那边有这一块开始。然后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而我相信可以做更多。现在社青不是也开始建立一个什么接触的窗口吗？什么叫接触窗口？就是我们能够接触到外面的人的一个窗口，就是我们现在跟其他教会来联合，然后彼此的认识，能够透过联合，能够怎么去可能做一些传福的工作。那除了这之外，有其他的，或者敬拜团，我们教会有这么优秀的敬拜团，有没有可以做到一些接触的窗口？然后另外就是说，通过这样的方式，然后去传扬基督教的福音。所以，你准备好了吗？你准备好了吗？去传承，准备好了没有？
没关系，如果你还准备好的话，你还思考到就很好。至少今天这个主的讲道里面，让我们去思考，我们这帮子我们接到的虔诚教会，我们怎么去将它传递出去？如果你准备好没关系，继续求神帮助你。就说今天我用保罗所讲的，就是第1章第7节告诉我们的，就是你可能是说害怕怎么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或者我应该怎么做？但是我用这句话勉励大家，就是今天的金句1章7节的，神赐给我们的不是什么胆怯的心，乃是什么仁爱跟谨守的心。来，我们一起来念。来，如果我们没有预备好，我们想说，神啊，去帮助我，就用这句话，是这样真理智能勉励说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也是帮助我们。那我们在和事上，我们都能够知道说，神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好，如果说你已经预备好了，好，你现在已经预备好了，这样你要做什么？如果你预备好了，你要做什么？如果预备好了，你要做什么？有行动，对吗？什么行动？你刚才我举例讲，建教会有什么行动？找对象去传福音。好，传承。对。你预备好了的时候，你要说好，神啊，我在这里，请你差遣我准备为你去做传承的工作。然后我必须要告诉你，就是说，当你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你一定要记住这句话，你要记住圣的能力，让你圣洁自守。然后第二呢，你要记住圣的灵火来去焚烧跟调你，然后拥有这个刚强仁爱谨守的心，然后有这勇敢的心去落实完成上主赋给你的传承的使命。我们在享受真人教会很多信徒们给我们的这个所谓的祝福，我们也领受他们的祝福，对吧？现在这个帮子然后交到我们手中了，我们要怎么样的去将它传出去？但是面对到台湾整个的这个社会整个的处境，我们怎么传出去？然后第三，当我们要传的时候，我们要具备怎么一个条件？我们要具备怎么一个优势，去为主做根本的工作？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次感谢赞美你，感谢赞美你，能够你从这个耶稣基督道成的落实到世上的时候，将神国的福音来向世上的人传扬。也感谢你，他选召了门徒，能够继续他升天之后来到在这个世上，将这福音传给全世界各处的人。也感谢你能够让这个福音来到了台湾，能够来到台湾，能够也让我们当中的每个人能够听到福音，也接受了这福音，能够成为我们这个人生的这个祝福。感谢赞美你。如今这个时候，我们知道这个传福音的帮子已经交在我们的手中。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我们知道我们有这个使命，我们有这个责任，来去将这个信仰的传承继续传承下去。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如果我们没有预备好的时候，求你能够来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有这个刚强、仁爱、谨守的心，能够勇敢的能够接受这个棒子的传承，能够将这个传承传扬出去。若是我们预备好了，若是我们已经预备好了，求你继续来赐福于我们，使我们能够靠着圣灵的能力，能够圣洁自守，使我们能够靠着圣灵的这个灵魂的焚烧跟眺望，能够有这个刚强仁爱谨守的心，能够勇敢的为你传福音。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继续赐福于建成教会的弟兄姐妹们，赐福于建成教会的这个在这里的这个服侍，在这里为你做盐做光的这个教会。能够将主的福音，能够让更多人得到这个祝福跟帮助。感谢赞美您，如此祷告，奉我们主耶稣宝贵圣名求的，阿门。